球，省落去咧川松大輔。咁啊，其實唔係好多次香港即係對其他外隊比賽係高往波有着數，今屆賽事係㗎嚇。另一次國球啦，咁睇呢幾個邊啊？因為我睇到點解香港隊咧能夠用翻一個香港隊個香港足球總會嘅會徽，因為唔係用我哋區徽嘅，係嗰個波衫好專唔知。好啦，抌多個教球嚟，可以咗出嚟禁區外射唔射得佢？唔得，歐聰話唔得點？俾翻右邊正路啊！少奇客串右翼，睇得咗，但係出到地波喎！哎呦，不過對手解到唔追喎。我想睇落咧，即係個別啲情況，日本隊咧其實窮佢哋㗎嚇，即係嗰個鬥心點都同你有一段距離㗎啦。尾網嗰隊咧真係食住個勢啊！真係打個勢啊！有時打波呢啲，少奇又繼續手榴彈，睇嚟呢張咧頭等都值喎嚇。再貼門呢一批嚟喎，射到3個門口唔知邊水，總之對手球嚟㗎嚇。再出翻嚟，嗱唔好俾佢咁容易突擊啊，埋嚟拍下先。哎呀，好靚啊！呢個腳面兜嚟右邊，滴一滴地，兩下俾對手轉到身冚埋上嚟，跑翻佢先啊！十號仔啊！呢個咧就係清木托子，得住，好。都要輸翻俾佢，因為其實啱分嗰個波嗰個轉線咧，其實分得好靚㗎嚇，即係最怕你攻到興起咧，嗰頭俾人一個冷戰就搞掂。手榴彈打落嚟咧，起到就當時對手解圍先，批一出嚟禁區外，第一時間哇！呢個咬咗成唔係易射喎，隨得水啊，隨得水射啊！咁嗱呢個反攻咧之下咧就輸個角球啦。你睇到香港咧都犀利啊！對方反擊翻嚟咧，嗱聲你已經7、8個球都翻返自己禁區啦。個球一扯後邊頂高嘅波就唔怕啦。呢啲波咧就唔驚啊！日本真係唔驚佢，因為你睇佢都咧，因為佢冇嗰個球員咧個制有制空力同埋個頭槌咧，佢哋幾下雖然咧係傳咗出嚟頂咧，都係頂高咗㗎，咁啊不善此道㗎。再睇咧，國球又開得唔錯嘅喎，佢哋呢個三分開嘅啲波開得幾好㗎，咁但係硬係咧佢哋冇一個善頂嘅球員啦。你睇幾次咧，佢哋啲波咧都係好高㗎。咁如果呢個日本有埋頭槌呢啲飯咧有高波咧，香港就難應付啲。而家咧就84分鐘啦，咁法定時間仲有5分鐘到。咁睇睇香港咧呢個時候咧就如果香港入波咧呢邊金牌咧就肯定到手啦。咁但係咧如果日本咧你睇睇呢個時候咧就5加時喎，終於8加時5巴，如果加時再和好多8射馬冇一定係咁香港贏㗎呢場。好啦，睇得傳得衰，比賽中間又冇人啦，哇！但係咧你睇日本都驚啊！呢個兼田長眼都唔好諗啦，撞咗出去先啊！其實個波咁行咧，後邊邊有人嘅時候，一個扭一扭咧，可能咧就唔使輸國球，但係咧佢都驚啊！佢點解國健波喺度啊？喂，老實講啦，你話香港體力去到差唔多，日本何嘗唔係咁啫？因為大家都接近完場㗎嘛，都係咁㗎嘛，大家機會均等㗎咋。有國球真係刺激呢場，真係抵睇啊！慢慢嚇，我嚟睇睇。又來歐聰舉一隻手貼門啦，好貼門雙錘打出，俾翻你都係歐聰，第一時間再掘啦，再掘去遠處，哎呀嘥嚟喎，火龍就唔知話有少少心想一粒去遠處，定係想斬啊？你應該都係想粒嚟到高啲，嘥咗一次機會，又係一次角球攻勢無功而退啊！咁啊，仲有5分鐘。嗱，首先咧啲龍門打出嚟呢下咧，都因為見到個波來射得好勁，歐聰斬得嚇，所以見到啊。門將啦就係重托嘅，都唔敢接佢，不過打得幾遠啊真。除非日本就係秘密武器啦，為埋佢啦，其實個勢就幾樂觀㗎。因為除非你話唔係，佢仲有1、2個好力，因為好似鍾生話齋，佢哋都攰，佢哋一樣打得密啫嘛，佢哋一樣係4強，一樣加時。我諗佢就冇秘密武器㗎啦，呢次踢到85分鐘啦嚇，即係傾囊盡出啦。仲點會話即係而家收埋秘密武器啊？而家即係佢有少少江郎才盡啦，用晒呢班咧，佢冇高波嘛。咁香港其實咧就相對地咧，我覺得咧佢比對朝鮮嗰時候咧就更加容易踢添啊！朝鮮後尾嗰段咧猛咁放喺中間咧，其實幾難頂啊！而家你咁樣組織埋嚟，你大家體力差唔多，你又容易有甩漏，你有甩漏嘅情況之下咧，我後邊縮一個後邊有波嚟就大個掉翻出嚟，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咁對香港嚟講形勢絕不壞啊！好啦。睇睇啦，好嘛，前面做個靚啲嘅組織先，唔好咁急嚇。靚喎！呢個波傳得碎，但係真係拋咗啊！白一力大咗少少，呢個波鈴木大輔咧就係食住佢個位，
咁啊時間1分1秒咁過，對香港就越嚟越着數啦，我覺得嚇。我呢場波咁樣打落嚟咧，恐怕係東亞運呢個其中一個最後高潮。即係今屆香港嘅東亞運都好多精彩表現啦。啱。呢即係我係其實估唔到，即係喺賽前我哋咁多傳媒估計有咩按點高峰金牌都冇提過足球，有冇人提過足球？提過足球，咁但係足球破晒紀錄啊！嗱，即係你起碼足球隊能夠有好多大型嘅賽事入到決賽已經係一個紀錄啦。第二就係最多人睇嘅賽事啊，嚟無論係單項以及你累積總數啊，咁多場賽事加埋，單場賽事又係最多。攞埋啊！得啊！呢個好嘢，呢個咧係鈴木大富好嘢啊！因為除咗上一級嗰啲咧，令大富縮一步咧食住個位啊，唔係同佢鬥搶，如果令大富衝前咧，可能會撞到呢個搶地王，佢就唔係衝前啦，佢縮一步頂翻佢個位啊！好啦，呢個時候咧頂住啖氣啊，仲有幾分鐘㗎咋，俾少奇，冇錯，轉到個靚身，哎呀，大力咗唔關事啊！好啦，呢個波轉翻過嚟，睇下咧係後備嘅大鐘長平，左轉右轉仍然好短，到腳啦啩，一撞好清啦呢啲波。到呢幾分鐘咧，我哋都特別緊張啊！梗係啦，其實自己攞咗波好好地啊，人哋攞好驚啊而家其實。喂，但係呢種咧，我諗其實我估今日咧現場或者電視機旁邊都好多觀眾係平時未必可能睇好多波。咁但係你可能都係會感受到，即係你有一隊自己嘅球隊你去支持佢嗰種歸屬感、嗰種緊張刺激係點㗎啦？哇，小奇咁之前暑假對熱刺嗰球掛射就令到列納都對佢有印象，咁呢球掛射就爭啲。睇嚟啦，大家而家作賽嘅話一定係啱入場嘅球迷咧，一等待加時啦嚇！哇，今屆嘅比賽好多都係加時，4強2場都係加時啦嚇，一場互射12碼啦，咁頭先季軍戰又係加時啦，又互射12碼啦。日本都爭呢個加時㗎，對呢個韓國嗰場，係林保時喺加時差唔多完1分鐘咧先入波㗎咋嚇。好難嘅先啊！頂住佢冇俾入咁多啊！哎呀！頭先你呢個講完之後，我自己都驚我講錯嘢。唔好講呢個保時話俾呢個日本嗰場波喺呢個加時嘅時候就尾入翻個哇！最後我即刻啞手，我唔敢講啊！好彩葉鴻輝拍翻出嚟。好啦，喂，法定時間夠㗎啦，而家睇保時冇幾耐㗎咋嚇。好啦，轉翻出嚟，壓扯呢啲波咧係就唔太大威脅，因為佢始終冇高過凡咧，落腳咧就大家一半嘅啫嚇。邵權都翻埋嚟啦，好啦，再掟入嚟，封好埋嚟㗎，而家全軍對手㗎啦，放個短嘅，唔好攞，慢慢嚟。呢啲時候咧就餘下落嚟咧，我諗香港咧就唔需要咁急去踢啦，因為咧你點樣急到你未啤呢個攻勢入到波啊？咁但係最重要咧就係保持在腳，有3分鐘嘅時間嚇，3分鐘嘅時間，咁法定時間咧係夠晒㗎啦嚇。我記得咧就係日本嘅教練咧，佢就賽前接受訪問就希望決賽當時唔知咩決賽對手，希望對香港啊。係，我話點解咁希望對香港咧？咁我諗多少少覺得易就啦。咁但係亦都係氣氛好嘅，咁但係我諗佢都係都可能覺得未必喺底線。睇先，頂住，甩腳，解圍，冇事，推粉咧日本都係因為推出嚟咧佢都自己失平衡啦，何嘢講貴啊？但係其實真係有啲危機㗎。有冇辦法啦？因為你自己都失平衡啊，推出嚟啦。如果你唔甩咗咧，就優勢喺佢度。16撞16啊！吳振邦嗰場結果，其實呢個波應該就即係平情而論咧，大家都係鬥冚嘅啫嚇，即係唔使應該俾佢繼續嘅嚇，兩個都冇犯規。咁但係當然啦，球證喺呢個時候咧，出個犯規，我哋亦都唔會有異議啦嚇。咁但係問題咧就而家咧嗱，3分鐘嘅保持咧就過咗1分鐘㗎啦。香港喺呢2分鐘點樣去盡量咧係減低日本嗰個進攻嘅啫，因為呢啲時候咧你俾日本攞住個波咧，佢係背城唔借一㗎啦，佢都明白，如果打加時我甚至無射話咧，一定係大弱勢㗎。哎呀，焗嚼，黃牌乜焗嚼啦呢個，梁振邦呢個平靜點都唔理你啊！費事阿成交流。呢個波咧就急一啲，因為其實咧後邊咧有李志豪喺度㗎啦，差好近啊！好冇啦，呢啲打埋踢嗰啲時候咧，你突然間一個大動作一扯啲肌肉咧，好容易抽㗎啦！哇！邵奇咧喺呢邊又同人嘈啊！大家控制翻個情緒先，
其實要俾牌嘅，梁振邦呢個要俾牌，呢個值得黃牌。咁啊，其實因為梁振邦都追唔到啦，係啊，唉，咁啊踢落去好過俾你打反擊啊！咁啊，少奇唔知係邊度係辣火頭，唔好啦，係大家勸開。其實咧就梁振邦踢得永正險遊啦，本身永正險遊都係有黃牌，都係燥底㗎啦，都係燥底嗰啲嚟㗎，咁所以點解佢都即係想噬翻轉頭咁嘅款？嗱咁樣擾攘下咧，就差唔多都搞咗接近1分鐘㗎啦喎，咁啊睇睇球證係有權啦喺呢個補時當中再補時嘅，睇佢用唔用啦，引唔引用啦嚇，如果唔引用嘅話咧，咁呢一個咁啊混混亂亂咧，咁又拖過咗分幾鐘啦嚇。行下入下好似又唔俾牌喎，冇俾牌喎，頂埋呢個死球啦！哇！有可能越位啊呢個波，應該吹撞龍門我估，因為個波批咗咧喺從高點咧，佢因為好多時間吹越位，但唔吹咧，要等一拍咧先吹咧，應該就係吹撞龍門。睇睇係咪啦？嗱呢個一曬嘅時候咧，香港都撐高㗎，所以咧就冇越位㗎。咁呢個時候咧先咧球證都好醒啊！呢個球證呢啲關鍵位咧，其實佢都個處理得幾好㗎。即係頭先咧禁區，譬如呢個何嘢廣貴一排嗰下咧，佢都係吹何嘢廣貴啊，佢唔係邊個波繼續㗎。呢啲咧就係呢個越南球證咧，應該我諗都係跑慣碼頭啊，即係去慣做呢啲大型賽事啊。因為始終係主場之利，係啊，都係有少少着數啦，即係唔係話多咁啊，去到關鍵時刻咧，可能啲球證都會有時鬆少少啦。嗱，你真係咪保持啦？好啊，唔使啦，多謝。呢個球證咧就真係咧做慣主場球證啊！即係知道咧個位置點樣安排啊！你知個個都想要加時係嘛？唔係嗱，呢個好簡單啫嘛。佢頭先嗰個混亂起碼分半鐘，但佢保時咧保廿幾秒啫，唔使麻煩啊嘛。如果照正常佢補足分半鐘嘅話，有咩時候呢個時候入咗波，咁可能好多人都埋怨講緊球證個保時啦。而家咪好咯嚇，咁啊加時咧，大家又好。喂，我亦覺得話，因為你香港一路打落去咧，去到加時咧，或者大家踢加時咧，就個心情咧就係話已經穩住睇住先喎，未必有大嘅突破時候咧，香港嘅掂喎，因為香港去到射馬咧。我諗個勝出率係好高，點解咧？即係全場之餘之外咧，你睇準決賽香港射嗰次射馬，個個都入㗎，射4球入4球，心情咧嗰個狀態啊、心態係完全唔同㗎。守門員葉鴻輝係救到你個波喎，係咪先？完全係處喺一個如果去到射馬嘅階段咧，我覺得香港個心態各方面一定接先。相反日本，佢嗰場波冇射馬，嗰場波佢啱啱喺補時之前咧，喺補時前入贏翻啊嘛，咁個情況係完全唔同㗎。不過呢段時間咧，哇，好緊張啊！你睇香港隊，傾巢盡出啊！廖俊輝、朱國權、金冠坤係企咗喺後邊，咁呢啲職員，哇！你廖俊輝幾緊張出嚟，朱國權咧就一路都係幫手，